7點鐘要喺街，咁你幾點要起身咧？係咪5、6點就要起身啦？試過有一次做一個特夜站啊，做到去夜晚11、2點嘅。希望去增設到關愛名單，去有需要關懷嘅長者同埋殘疾人士。佢可以幫到我哋好多市民啦，同埋幫到好多有需要嗰啲家庭啦。我承諾以身作則，善用公帑，決心改變議會嘅作風，令佢變得更有效、更親民。我都講好咗，我都話一定會全力支持佢，所以我就好毅然就辭咗職。所以我會為夾心中產嘅朋友爭取稅務寬免。而家去金鐘海富中心啦，我哋會去經民聯咁會同佢哋經民聯嘅選委咧有個見面會嘅。希望透過我作為兩地律師嘅專業，同大家一同建設好香港。早晨啊，你好，我係4號候選人，多謝支持，你好，早晨你好，多謝，多謝你幫手。21年咧，上屆我有參加九龍東呢個選區嘅立法會嘅選舉嘅。咁其實嗰陣時咧，我係諗住喺呢個社區啦，喺個香港入邊咧，帶出一啲政治比較中立啲嘅理念，比較唔好太極端，攞個中間去平衡嘅。咁今屆我都係秉持呢個信念，同埋我覺得香港應該整得更加好嘅。缺點一定係資源上啦、裝腳啦、人脈啦，咁人哋有大嘅團隊去幫手啦。咁但係可能我嘅優點又或者係我缺點咧，我哋團隊得4個人嘅啫。3個律師你做咩知唔知啊？係啊，多謝，留心，多謝。我話俾啲人聽先得要。好啊好啊，多謝啊。投4號，係。投4號咁咪得啦。最緊要出嚟投票。我諗希望大家市民去諗一樣嘢，如果你今次唔出嚟投票，係唔會改變任何嘢㗎。你出嚟投票啦，總之好定唔好都係你自己揀，但好過人哋幫你揀。Hello， 多謝，多謝。我都做咗3屆接近10年嘅區議員㗎啦。多謝支持，一定支持你嘅，一定支持啊！靠你哋啦，叫多啲老友啊！最多2、3啊，記住啊！本身我做區議員期間咧，都係致力希望改善我哋區裡面嘅食住行啦。咁所以如果入到去立法會咧，我會分開3個層次去爭取嘅。第一就係我哋地區層次啦，都係繼續希望可以爭取我哋嘅食住行。第二咧就係我哋香港嘅層次，我希望為多啲夾心家庭同埋中產朋友發聲啊。另外第3個就係我哋嘅國家層面啦，譬如係咪我哋可以更加配合15+5規劃，令到我哋超級聯繫人嘅香港呢個角色咧定位係做得更加好。你好，12月7號，懇請大家出嚟投票。我自己就喺荃灣，就係喺我哋呢一個嘅海旁呢度咧，就係我細個經常會嚟呢度玩嘅地方。喺度嘅荃灣海旁，過去咧10幾年，我哋都聽到街坊講臭味嘅問題咧，經常都困擾。所以咧，我哋從源頭着手，而家咧已經係大大將嗰個嘅臭味問題減少咗最少80%。咁啊，今日咧帶大家嚟到我咧服務咗地區10幾年嘅辦公室。咁啊，呢個辦公室咧亦都陪住我嘅成長，亦都見證住咧社區好多事件情況嘅發生。不論係社會事件、疫情又好，我哋咧都喺度同居民一齊度過。東北葵嘅社區咧，係街坊經常面對嘅就係3多嘅問題：長者多、樓梯多、斜坡多。咁大家可以睇到咧，我身後嘅呢個80幾級嘅長樓梯，連接住咧係成個社區嘅生活圈。係啦，咁啊，而家同大家咧一齊去感受下搭下呢一個嘅升降機帶嚟嘅方便性啦。咁其實我哋起好咗呢部 lift 之後咧，都聽到好多街坊嘅反應啦，的而且確方便咗好多，方便咗好多唔同嘅社區持份者都可以出入更加可以係順暢。一啲嘅無障礙通道咧，其實喺社區係非常之重要㗎。咁啊，加埋咧，其實我哋區裏邊唔同嘅長者、唔同嘅小朋友、老人家等等咧，都係好需要咧有更多嘅方便嘅通道俾大家去出行。
我哋咧認為呢個係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都好希望咧可以將地區嘅聲音，將我過去10幾年嘅議會經驗咧，更好咁樣帶到去立法會呢個平台，為我哋市民去發聲。加油！我哋繼續為大家服務。你唔好冷親你真係。OK。喂，所以頭先同啲街坊握手咧，隻手暖嗰啲我都摸多幾下，我都唔放。加油！多謝，感謝，係啦，一齊努力，仲有18日時間，我哋一齊衝刺，係啦，加油，係啦。各位傳媒朋友，大家早晨。我今次競選嘅口號就係專業為港。專業為港，實幹為民。想參選嘅原因好簡單，就係希望可以服務香港、貢獻國家嘅。咁我今次參選嘅政綱咧有好多方面啦。例如有呢個落實行政主導啦，促進呢個行政立法嘅良性互動啦，亦都有大灣區規則銜接嘅。我喺內地基層出生，咁咧係嚟香港讀書，畢業之後咧就留喺香港工作啦。咁而家咧係一位內地嘅執業律師啦，同時都係為香港嘅執業大律師。我今次參選咧係希望運用我20年嘅法律知識同埋經驗，去重點去推進我提出嘅5點政綱。我係希望運用自己作為兩地律師嘅呢個專業去高質量地去服務我哋立法會嘅立法工作啦，去推進呢個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啦，以及呢個北部都會區嘅專屬立法。而家去金鐘海富中心啦，我哋會去經民聯咁會同佢哋經民聯嘅選委咧有個見面會嘅。我發現今次咧好多選委咧好多機構啦，佢哋進行呢一個見面會陣時咧，都係邀請晒所有嘅候選人嘅。我諗呢個係非常重要一點，就係確保每一位候選人都有個平等嘅機會向我哋嘅選民啦，即係選委啦，去陳述我哋嘅政綱，陳述我哋嘅參選理念。我諗呢個係非常重要嘅，亦都係俾各位選委有個平等嘅機會去選出合適嘅候選人。你好，早晨，我係4號候選人。你好，早晨，我都係住呢度嘅。首先咁我覺得佢好正義咯，同埋好正能量。佢可以幫到我哋好多市民啦，同埋幫到好多有需要嗰啲家庭啦。好多時好似打風啊、水浸啊，佢都首先就走出去睇睇個環境，咁然後就喺 WhatsApp 啊或者 Facebook 啊話俾啲街坊聽。邊度水浸啊！今日塞車啊，有交通意外啊，咁我哋都好快都知道。佢有上進心，佢有拼搏精神，咁同埋佢有佢嘅力量，同埋佢有佢嘅決心。咁我覺得如果佢有咁樣嘅機會嘅話咧，我都講好咗，我都話我一定會全力支持佢，所以我就好毅然就辭咗職。首先咧就係即係識咗好耐啊，咁所以對佢好了解，咁所以佢一話要參選咧，就義無反顧咧就出嚟幫手。咁而呢段時間咧，我哋有好多嘅區情都好相近，因為我自己都係區議員。咁我自己咧都係喺同佢一樣喺內地出世，跟住後尾咧喺香港讀書做嘢之後咧，以香港為家。咁當佢發出呢個邀約之後咧，我幾乎係冇作特別嘅思考，我就應承咗佢嚟做佢嘅選舉代理人咁嘅角色。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消防員徹夜不眠，繼續滅火搜救。大埔5級火傷亡嚴重，各界惋惜。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原定12月7日舉行嘅香港第8屆立法會換屆選舉將如期舉行。我已經作出決定，原定喺12月7日嘅舉行嘅立法會選舉將如期舉行。如期完成立法會選舉，係對憲制秩序同埋法治精神嘅遵守同埋尊重。選舉日期具有法定性，選舉有指定程序，必須按法律要求進行。如期完成選舉，亦都係對社會穩定嘅維護，更加係對災後重建工作嘅有力支撐。就因為呢個火災咧，咁我哋暫時停咗一啲落地嘅街站啊嘅宣傳嘅。因為我哋覺得社會嘅氣氛咧，暫時唔能夠接受到一個落地嘅選舉工程。另外，我哋覺得喺網上嘅宣傳咧會有效過落地。其實而家係整個香港社會做緊一個災難性嘅創傷後遺症。咁所以我希望將來如果可以嘅話，其實真係政府要有一個獨立嘅專責部門去幫啲大廈嘅小業主去大維修。如果我入咗去議會入邊啦，我首先提倡一樣嘢就係呢個未必係法律，但係從政嘅人
同埋一啲法團嘅角色應該唔可以重疊嘅，因為呢樣嘢牽涉好多利益啊，或者好多俾人哋話餅都好。咁所以我希望倡議呢樣嘢嘅。另外可能喺一啲架構上、部門嘅架構責任上要分清楚啦。咁同埋可唔可以利用啲科技，譬如啲 AI 大數據嘅方面咧，可以幫助啲圍標嘅事情可以唔好再發生咁樣嘅。發生咗呢單嘅事件之後咧，我都停晒我一切嘅宣傳工作，去咗獻花啦，希望表達下一啲即係心意啦。第二日我哋一早就已經約咗地盤嘅負責人啦，去巡視下地盤啦，咁就去了解下究竟每一層有冇啲咩防火設備啊，會唔會有一啲乜嘢嘅物料係防易燃㗎？我哋今日嘅策略咧就係都係照街站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會有一啲燈牌啦，我哋都訂購咗一啲發光嘅頭箍啦。我哋今日咧都叫咗幾位嘅後生仔同我哋做步兵，孭住張美雄之旗行將軍澳呢邊就幫佢宣傳咁樣咯。咁都希望可以帶到一個年輕嘅聲音，就俾所有啲居民聽。未來咧，如果我入到立法會咧，我首先會用我自己喺大廈管理嘅經驗啦，10年嘅經驗啦。其次咧，用我無黨派嘅身份咧，希望可以推動我哋大廈管理條例344章，尤其是授權票嘅制度呢方面嘅改革，令到我哋業主咧都可以一齊去監管呢啲嘅大維修。大埔火災發生之後咧，我係第一時間暫停咗我嘅所有選舉工程。咁我都喺我所在嘅同鄉社團啦，同埋律師群組積極咁至募捐嘅。咁我自己都報名參加咗呢個義務嘅法律支援工作，希望可以幫到啲災民。今次嘅火災係好多方面嘅原因造成嘅。咁如果喺法例方面咧，我認為我哋要完善樓宇安全相關嘅法例。如果我順利當選，我一定會支持政府完善相關嘅立法，配合行政長官推動制度改革，幫助災民重建家園。如果我未能夠當選呢，我亦都會繼續服務香港各界同埋市民，去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